苦，若想起就倒开。天高主角着我团圆的双手，才知伊永远固守。一件一件看伊厝的伊，一站一站点一个较水，手变主，伊渐渐消散，这是我变灿烂的过去。咱拢有一个故事，真结束搁好去。有时啊想着这杯，搁提起就生气。天高主摊着我同样的怨言，才唱出世界花水。一阵一阵将满厝的听，一站一站心情来开满，我就是一渐渐消散，这是经历灿烂的过去。拢有一个故事，真精彩搁好写。有时会感觉以为，若容易就见笑。直到主跟着我家己的羁绊，才知真相互人听。一遍一遍又是阮的梦，一项一项到互阮困难，行步一渐渐消散，这是人生灿烂的过去。也有三岭，部分的所在有一个阳城，名叫北淡有一个福林人，名叫马代，伊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，一个小弟叫做列撒罗，因拢是耶稣所疼的。暗顿准备好啊，紧出来食饭哦！哇，这内丰的暗顿，我爱吃的哦，有白有巴龙，哦，哇真哦！哇，搁有金瓜米粉、碗粿，哇，搁有咸菜啊，真丰富着。莫搁讲啊，紧坐咧来食饭啊！咱来感谢上帝。
我就是他，上帝上来后，他愿意和他心的团伙，我天天注意了的他，你是我。多年前的先人，欢迎来求伊，亲爱心可伊，通过天地，我来啊，就看着你，我来心里。拍呀分对你，真恋你，你回忆。拍呀认真，为谁转天的开始爱宣言，真主真理，通多真实。开始真实，多些幸福跟着来改变。主心话题点。专心来保障，出天际。专心为谁是眼万多。享受主动在，不通过淡来，去了享受，就感受到你真是可使。献出当本心，真正心之意，不通过。耶稣教门徒行路，入要第二钟头，
伊的歌，良杀路也坐伫伊身边。若有人爱对我，就得先看无家己，也伊个时机来对我。因为既然爱救伊性命，要失落伊，既然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性命，要救伊，人若得到全世界，来丧失伊个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我是世间的光。对我的人，无惊伫暗，反正要有活命的光。我会游，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嘛对我，甲我互因有永远，因决断永远袂停。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着油来放杀性命，贼若来。毋是爱偷、爱杀、爱袂无，我来是要互因有我，阁有丰盛。马大对菜市啊倒转来，到灶骹，我时间无早。要准备一道丰盛的料理，时间是无够的。要先做啥物呢？搁也安尼做落，是袂当照时间食饭的。也无人来斗相共，是袂当办好这道菜的啦。为什么呀？妈咪啊，犹原伫遐坐咧，毋知人来斗骹手。我一定要叫伊做伙来做啦。马大事后的代志多，心内满了混杂。就阮爷所讲，主啊，你看为什么呀？留我一个人伫遐咧无用，你看伊敢袂过分吗？请你还我伊来斗骹手。马大啊，你为着济代志挂入混杂，若是所欠的个是一项物件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的婚宴，是别人袂当对伊手去的。彼世间人真多，是一路靠转选择。但那错花朵，更小心机，天来拍了会结靠贵，出头的你望天边的云，太少年，梦中情切。一起到岸边，人间的线。上帝就是我命真根，你来面完全无暗。人若出教会，就必真理。言外的信息无人知，事路万万。了梦回忆，
为世间人定死地是一个会忍困了。因来到要来离，就是灭杀路徛的所在，有人伫遐为耶稣陪伴暗顿。马大伫树下，灭杀路也是当道的者。紧来看，紧来看，迄个敢是耶稣基督叫伊对世人中国活的约瑟咯？伫倒啊？伫倒咯？哦，你讲迄个哦，坐伫遐迄个哦，迄个少年的哦，讲算笑，世间哪有迄个为死人国活的代志啊？已经死了4天啊！耶稣叫伊对坟墓中出来，伊就包一个白布对遐出来。那即个会当互人为死人中国活的耶稣，伊若毋是上帝的囝，哪有即种气力咧？玛利亚摕着一根伊归去的一拿到香膏，我耶稣的骹，讲伊头切伊的骹，厝内就充满鱼膏的香气。有几个学生就讲，啥物啊？这是啥物代志啊？一个香膏会当卖3万银银，你敢知？哪会这浪费啊？这是啥物世代？人做这个代志，我完全无法度理解。实在，从这留伫我埋葬以前，因为常常有送客的人甲恁弟弟，也是我，我常常甲恁弟弟。有最多犹太人知影耶稣伫遐，就来，那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着要看迄耶稣互伊对世人中国的孽杀路，但道德才会做石头，计无连孽杀路也要刷开。因为犹太人中做为着伊的缘故去信耶稣。
佣兵
唱团甲迄个 orchestra 的乐团，要做伙来将上帝伫诗歌戏剧内面所传达的信息，甲大家分享安尼。今日真久无咱中间咱的兄弟姊妹内面有人是为应义团队人，我要甲伊讲话，咱讲英语伊要演义来背一字一字来背，这就做蚵仔煎，伊嘛毋知啥叫蚵仔煎这是一种心意大家扣做伙来做这个代志，阮真欢喜今日甲大家做伙分享，毋知恁看了有介意、满意有感动无？